大家好啊，歡迎嚟到加密判官頻道。點解長揸 ADA 嘅回報差得咁緊要？KOL 不斷吹捧粉絲去加倉，話又平又抵買，但係點解 ADA 嘅幣價偏偏好似斷線風箏咁跌足90%，跌翻去8年前嘅價位呢？答案原來就隱藏喺兩組數據入邊。ADA 有冇機會重返歷史新高？如果有，真正嘅關鍵又係乜嘢呢？今集加密判官將會同你全方位去拆解。我哋馬上開庭審判。喺2021年嘅9月，ADA 正式創下歷史新高，價格去到3.09，市值接近1000億美金，喺加密貨幣市值榜排名第3，僅次於比特幣同埋以太坊。要知道當時嘅 Cardano 係連智能合約嘅功能都仲未正式啟動，短短1年幾之間就升咗100倍。睇翻當時嘅背景啦，ADA 大升嘅背後其實主要係由兩個主要嘅因素去推動。第一個因素就係當時聯儲局係行緊超寬鬆嘅貨幣政策啦，咁大量嘅資金喺當時流入咗風險資產啦。簡單講就係市場資金係多到水浸。而第二個因素就係關於市場嘅敘事。當時嘅市場普遍係炒緊下一個以太坊呢一個概念，所以 L1 嘅公鏈係全線暴漲。再加上Charles 係以太坊嘅創辦人之一啦，市場對佢嘅預期係直接拉滿。加密判官好記得啦，當時只要Charles 出嚟講兩句未來嘅計劃第二日 ADA 就會大升嘅。所以 ADA 呢一次嘅歷史新高本質上係宏觀嘅流動性加埋市場嘅敘事所疊加起嚟泡沫所推起嘅，並非係由基本面去推動。咁理解咗呢一次新高係點樣形成，我哋再講下一 part 流通量。我哋可以睇下呢張圖表，喺2021年嘅9月 all time high 嗰陣ADA 嘅總流通供應量係326億粒，而家係364億粒，即係呢幾年間係增加咗12%。即係話 ADA 如果要翻去歷史新高，所需要嘅市值就會更加高。假設佢升翻去3.09呢個歷史高位啦，以目前嘅流通量計市值會去到1124億，比起當年嘅1007億係多咗110億嘅。所以隨住流通量嘅增加要去翻 all time high 係需要超越翻當年，而唔係單單翻去當年嘅水平。all time high 呢個詞，好多 KOL 經常都會掛喺嘴邊，用嚟做 ADA 喺牛市嘅定位。譬如話目前價格係3毫子，歷史高位係3蚊，咁即係仲有10倍以上嘅空間。佢哋對住張圖分析得似層層，俾人感覺 all time high 呢個目標並唔係好遙遠嘅，而且佢哋經常都會帶出一個概念，就係大牛市嚟嘅話 ADA 就會自然升穿上次個歷史高位。但係事實係每次唔同嘅牛市，資金嘅結構同埋風險偏好都係好唔同，所炒嘅板塊都係完全唔一樣。好似21年牛市資金就係炒 NFT GameFi L1 公鏈呢啲板塊，去到25年呢啲板塊就熄晒火。所以你用 all time high 嚟做定位之前就應該先要加下佢背後究竟係由咩因素去推動否則就會存在好大嘅邏輯問題。因為牛市嚟嘅話並唔代表佢以前 all time high 嘅條件可以再複製。但係好可惜加密判官幾乎冇聽過推介 ADA KOL 有講過呢個邏輯嘅。佢哋唔單止冇客觀咁樣分析自己俾嘅目標而且為咗流量有啲仲誇張到會用5蚊10蚊嚟做目標價，又或者標題係暴漲前最後嘅機會咁以此吸引咗好多朋友喺高位入場。最後 KOL 當然係賺晒流量啦，但係跟佢高位買入嘅朋友就全部企晒山頂，可謂誤己誤人。直接講結論先，如果只係用目前嘅收入 TVL、穩定幣流動性同埋 DeFi 嘅生態規模去衡量 ADA 1000億美金嘅市值係好難用基本面去解釋嘅。你可以話市場係提前 price in 緊未來，但係問題係呢一個未來要大到咩程度先撐得起 ADA 1000億以上嘅市值呢？第一 part 我哋先講收入啦。任何嘅資產你想長期維持喺高嘅市值最終都必須回歸現金流呢個 concept 嘅。我哋先睇下圖表對比一下目前主流公鏈嘅真實數據。呢度我哋用 PS ratio 即係市銷率呢一個指標，佢反映嘅係收入對比市值嘅倍數，代表市場願意為呢一間公司嘅收入支付幾多倍嘅日價，以此嚟比較估值嘅高低。我哋喺圖表可以睇到
幾條主要嘅公鏈其實都係有一定嘅收入基礎，Ethereum 啊、Solana、Tron 呢啲都已經係有真實嘅鏈上收入去支撐佢嘅估值。而 Cardano 目前嘅收入係明顯低好多，基本上要用放大鏡去揾都未必揾得到。佢嘅 PS ratio 係高到離晒譜。換句話講，如果以收入嘅角度，市場今日俾 ADA 嘅估值係包含住大量嘅日價。到第二 part，我哋再用 market cap 對比 TVL 呢一個指標去比較，呢一個指標反映嘅市場願意為每一美金嘅 TVL 俾幾多倍嘅估值。再睇下圖表，同其他公鏈做一個對比咧，問題就更加直接。我哋見到其他公鏈咧，市場大多數都會用大約5至10倍嘅 TVL 去定價，例如 Ethereum 啊、Tron 啊、Avalanche 啊、Sui 啊，大概都落喺5至7倍嘅附近嘅。而 Solana 咧就高少少，有9倍，表示市場願意為佢嘅高增長同埋敘事咧去俾更加多嘅日價。但係 Cardano 咧就去到接近79倍，代表佢目前嘅 TVL 同埋市值之間咧已經係明顯出現咗割裂嘅。就算我哋用 ADA 喺2024年最高峰嘅6.8億 TVL 嚟計啦，對比翻佢目前0.17呢個價位62億嘅市值嚟計咧，佢嘅 TVL 嘅倍數咧仍然係高達10倍。而加密判官認為抵唔抵買咧，應該係用指標去客觀評價佢嘅估值水平，而唔係話 ADA 已經由高位回調咗3成啊、4成啊、5成，就代表佢越嚟越抵買。大家話係咪咧？所以由收入同埋 TVL 兩個角度嚟睇，ADA 即使已經跌到去目前0.17附近啦，佢嘅市值仍然係有62億美金。市場其實仍然俾緊佢一個相當高嘅一個估值日價。更加重要嘅係咧，如果用 ADA 歷史高位1124億美金嘅市值去對比目前嘅收入同埋 TVL 咧，咁就更加難以用常識去解釋嘅。而除非未來 Cardano 嘅收入、TVL 同埋穩定幣流動性啦，又或者佢嘅生態咧係出現爆發式嘅增長啦，否則單單靠而家嘅基本數據要支撐 ADA 重新翻到去 all time high 咧，坦白講真係非常非常困難。而如果要去到 KOL 所講嘅5蚊啊、10蚊啊呢啲咁誇張嘅目標價咧，即係市值1800億至到3600幾億美金咧，就更加完全係脫離咗現實嘅。要補充翻一點咧，就係判官唔係話嗰啲 KOL 係騙子啊，又或者佢專登露點你，而係想指出用呢啲泡沫價嚟做目標價呢一個邏輯本身係存在好大嘅問題。所以大家喺投資之前咧，最緊要係有自己嘅獨立判斷。就算唔講 all time high，淨係睇翻上次24年12月嘅高位1.32，其實要翻去嘅難度咧，亦都相當大。點解咁講呢？我哋分析一下呢一次 ADA 大升背後係有乜嘢因素去推動。我哋翻去2024年嘅11月，當時特朗普啱啱贏咗大選，因為佢一直俾市場嘅信號咧，佢都係 pro crypto，所以市場即時就開啟咗一段好強勁嘅主升浪，而 ADA 亦都由0.3咧，短短一個月升到去1.32。其實呢次 ADA 升浪咧，主要係由幾個因素去推動。我哋拆解一下當時嘅背景。第一個因素就係 SEC 監管壓力消失嘅預期。特朗普曾經公開承諾過喺當選之後會第一時間炒咗 Gary Gensler。大家都知道呢個仁兄當時對加密貨幣極度不友好。呢個消息俾到市場一個信號，就係山寨幣場嘅監管壓力即將會得到解除。第二個因素就係3月2號特朗普點名 ADA 進入加密戰略儲備嘅敘事。市場當時係將呢個消息瘋狂解讀為 ADA 即將納入國家嘅戰略儲備。而第三個因素就係 Charles Hoskinson 喺 Twitter 直播咧多次高調咁喊話，當時市場係憧憬 Cardano 會即將進入美國嘅監管決策圈。當時阿 Charles 講到話，2025年初咧會設立一個政策嘅部門，主要係同立法者同埋官員溝通，去推動行業嘅立法。而且強調同特朗普陣營入邊有多位重量級嘅人士有密切嘅聯繫。當時市場直接嘅解讀就係 ADA 同埋政府已經深度綁定。嚟緊政府如果有啲咩上年嘅項目，佢係咪會選擇優先用 Cardano 呢？又或者未來有啲咩好嘢，係咪都會預埋 Cardano 一份呢？而第四個因素咧就係生態復甦嘅預期。喺24年當時加密貨幣市場嘅整體氣氛咧都係非常活躍。而 Cardano 嘅 TVL 咧，亦都一度衝到去6.8億嘅新高。咁市場憧憬佢嘅生態咧係會持續改善。大家留意下，當3月2號特朗普點名 ADA 之後咧，市場當時就即時形成咗一個頂部，資金就開始 sell the news。所以喺本質上面呢一次 ADA 嘅大升咧，
係由市場氣氛好轉啦、山寨嘅監管鬆綁、政策嘅敘事，再加埋生態復甦嘅預期，呢幾個因素疊加而組成。另外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 ADA 近年呢兩次大升都有一個共通點，就係基本上係由炒作預期去推動。呢度帶出咗一個好多人忽略嘅謬誤，就係 ADA all time high 唔係牛市自自然然會翻去嘅價位，而係某一次牛市嘅資金結構、敘事同埋流動性共同製造出嚟嘅結果。所以好多 KOL 經常用一個短暫炒起嘅泡沫價，去用呢一把尺去量度 ADA 嘅目標價，其實就係對 ADA 呢兩次主升浪嘅本質冇一個正確嘅理解，先至會出現呢一種具有誤導成分嘅預測。今次 ADA 跌幅咁深呢，主要係因為佢嘅升幅係由炒作同埋預期去推動比較多，再加上判官喺上一條片提及嘅5個風險因素所影響。根據 DeFi Llama 數據，Cardano 嘅 TVL 咧由24年嘅高峰6.8億美金跌到目前0.8億美金，跌幅接近90%，88%，基本係印證咗阿 Charles 之前嘅悲觀預期啦，同埋呼應翻近期生態項目接連關停呢啲消息嘅。而以上想指出咧，目前嘅 ADA 雖然已經跌到0.17啦，但係其實佢嘅估值仍然係充滿日價。唔知大家有冇留意點解有啲幣好似 Solana、Tron 啊、BNB 啊，雖然啲大半年大市調整幅度好大，但係佢哋嘅價格仍然係明顯高過上一輪熊市嘅低點，就係因為佢哋嘅價格係有基本因素去支撐，而相反 ADA 係用日價同埋預期去支撐，所以呢一次跌幅跌起上嚟亦都更加誇張同埋更加狠。以前嘅加密市場主要係由散戶同埋游資驅動，散戶可以單憑佢嘅喜好同埋預期去推起好多項目嘅估值。但係自從華爾街入場之後，已經徹底改變咗呢一個遊戲規則。呢啲大機構佢哋有幾十年嘅估值模型，唔會淨係聽故仔，係用真實嘅數據同埋基本因素去作為定價嘅邏輯嘅。而呢一個就係加密判官認為 ADA 跌翻去8年前嘅價位嘅真正原因。判官希望每一個跟住 KOL 舉住大旗去加倉嘅朋友，先停一停，諗一諗 KOL 講嘅目標價有幾多倍幾多倍，回調到咩價位有幾抵買幾平，佢哋究竟係基於乜嘢去判斷呢？事實 ADA 又係咪真係咁平咁抵買呢？希望大家可以認真去思考下呢個問題。接落嚟講嘅就係 ADA 升翻上去高位嘅難度。咁 ADA 係咪真係完全冇機會翻 all time high 呢？又唔係嘅，但係判官認為咧，呢個難度係數係相當高，要實現呢一個目標咧，係需要同時滿足3個條件。第一點，宏觀嘅環境咧要重新進入去貨幣寬鬆嘅週期，市場再次進入去狂牛嘅模式，而資金持續溢出到山寨幣。第二點就係 Cardano 生態咧要真正爆發，唔可以只係憑口號。Midnight、BTC-Fi 穩定幣、DeFi 嘅生態都要有實質嘅成果，而 TVL 至少要由目前嘅幾千萬級別咧，重新翻到去幾十億美金嘅第一梯隊。穩定幣流動性要大幅嘅增長，鏈上嘅收入亦都要由幾百萬美金嘅級別提升到去過億美金嘅級別。而第三點咧就係 ADA 需要有一個真正能夠打動到市場嘅新敘事，呢個唔係舊酒新瓶，而係要令市場相信咧 Cardano 喺下一輪嘅週期入邊仍然係一個不可取代嘅角色。我哋總結一下今集嘅內容。第一點， ADA 嘅歷史新高本質上係由炒作所推動嘅，並不具備實際嘅參考性，因為1000億市值呢個價位係完全脫離咗基本因素，充滿泡沫而且不可持續嘅。第二點， ADA 就算跌咗90%去到0.17都唔代表佢好平，以各種嘅估值模型去分析，仍然係存在住高日價。而第三點， all time high 唔係完全冇機會，但係需要同時滿足3個條件，就係貨幣寬鬆、生態爆發同埋新嘅敘事，先至有可能重返 all time high。講咗咁多，其實並唔係話 ADA 一定唔會升，因為而家市場係處於熊市嘅氣氛，山寨幣普遍都跌幅好深。如果比特幣回升，市場回暖，到時 ADA 嘅價格都會回升。但我之前所講嗰2個關口，仍然都係充滿挑戰性。其實經過呢一輪大跌之後咧，市場上有唔少嘅項目，目前佢哋嘅基本面同埋前景咧都唔錯，風險回報比都幾吸引，好適合作為一個山寨幣組合嘅配置。如果大家都想聽判官分析其他項目，記得留言話俾我知，
亦都歡迎大家留言講下你對今集內容嘅睇法。好啦，今集先講到呢度，多謝大家嘅收睇。鍾意今集嘅內容，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支持一下加密判官，同埋記住打開下邊個鐘仔，咁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加密判官頻道嚟緊嘅最新資訊啦。下集我哋繼續審判市場，尋找真相。退庭。